其實而家搞牌照，圖則係成個流程嘅根本功夫，呢個位做得唔紮實，後面就只會不停補鑊。我成日都同啲後生講，唔好覺得畫圖係文書嘢。食環署第一次睇你份建議設計圖則，已經大概知道你識唔識做生意，識唔識規例。最基本嗰啲錯，真係年年都見。譬如圖則又蒙又唔係一整幅，仲係用單線畫，比例又唔啱，又唔寫清楚幾多比一，仲有啲連十進制尺寸都唔用，呢啲全部都係大忌。做得耐就知道，呢啲唔單止唔靚，而係會令部門同你傾都無從入手，批都難批。另一啲常見問題就更加傷，係功能同規劃錯晒位。例如冇正正式式畫出申請牌照範圍、食物室位置，又冇標齊洗手盆、廁所等衛生設施，甚至畫到廁所同食物室直接相通。呢啲一睇就知係對衛生同法例要求唔熟，點會過得骨？用燃料煮食又唔寫清楚用咩燃料，到消防同食環要查，你就會不斷來回補資料、改圖。時間、成本樣樣喺度蝕。做咗咁多年，我自己畫圖或者同設計師夾圖，一定先睇清規例同食環啲指引、比例、界線、食物室、衛生設施、燃料資料，全部一次過交代清楚，唔好諗住到時改下就得。圖則交得整齊、清晰、合規，其實就係幫自己加快批出時間，亦都反映你對自己間鋪嘅規劃係有心。有標準，部門見到都會放心啲。